Hello，我係佩欣，分享一下小說嘅創作過程。細個聽咗聖經故事講嘅撒種的比喻之後，自此內心一直有一個問號：我會係一個點樣嘅種子呢？會生成點樣嘅一棵樹呢？真係有辦法開花結果咩？過程就好似種子喺黑暗中破土而出一樣咁難，只能靠住堅定嘅信念一步步往前行。植物嘅力量好奇妙，小小嘅種子可以生成難以估計嘅高度。展覽中展示咗關於種子嘅比喻，將喺植物中得到嘅療癒濃縮喺作品入面。透過觀察植物嘅紋理，感嘆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我用刺繡製作植物飾品，終於喺刺繡領域中揾到歸屬感。望住流水潺潺，聯想起骨源美術館入面莫內嘅睡蓮。返嚟學習刺繡嘅過程中，體驗咗插花課，住世界知名嘅花藝老師，習到佢對花藝嘅創作與熱情。各種養分加埋就成就咗呢一棵小樹嘅誕生。成長有如種子萌芽，追尋個人發展途中，有好多嘢都需要捨棄。多謝你哋嚟睇展覽並且留言。呢棵樹除咗係擺設之外，仲係一個扣針。展覽到4月26號，記得嚟睇啦！